和珅手里有太上皇遗诏，朕怎么不知道？连皇上都不知道，恐怕是假的吧？这很难说呀。太上皇最后这几个月神志不清，天天受和珅蛊惑，真留下什么遗诏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皇上，您一定要提防他们这一招啊！瓜儿有机会再去鄂总管那儿套套话。好，一定要稳住他们。是，皇上。光兴啊，既然如此，就更不能给和珅留任何机会了。所有计划必须加快实施。换防进展如何？已经开始了，正在进行。拜见定亲王。起来吧，召集各级军官到衙门里见本王。这。今天呢，把大家召集起来，是告诉各位，国丧期间，何大人将主持大行太上皇的丧葬大典。九门提督一职，暂且由本王代理。为了便于调遣，从即日起，各位的官职暂且解除，本王已另外派人接任。各位先到南苑马场过几天清闲的日子，等过了国丧，本王再另行安排。这。何大人，看来还真被你给猜对了。看来咱们也得动手了，不能坐以待毙呀。程王爷，奴才要向您透露个秘密。秘密？说吧。是这样，太上皇临宾天之前呢，曾留下一份密诏。密诏？在哪儿？说的什么？这份密诏现在在何大人手里。至于说的是什么嘛，王爷很快就会知道了。何大人让奴才给王爷传个话，说王爷的心思他最明白。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马上就要来临，希望您千万不要白白错过。鄂总管，您就别跟我打哑谜了。您直说，何中堂想让本王干嘛？程王爷，那奴才就直说了。按照太上皇的遗诏，何大人就要举大事了。何大人举事之时，就是王爷黄袍加身之日。父皇真有这样的密诏？千真万确。太好了。不过，什么，王爷？此事来得过于突然，万一有诈，本王岂不是成了犯上作乱、遗臭万年的人了？本王必须亲自看见这份遗诏，否则绝不轻举妄动。王爷的意思，奴才明白了。我回去后一定及时转告何大人，让王爷亲眼见到这份遗诏。您看呢？好，
那本王等你消息。那奴才告辞了。告辞。叩见皇上。免了。换防进展如何？进展非常顺利，各级军官已经全部更换，原来的军官被我秘密的关押在南苑马场，现在京城的步军、火器营、剑锐营以及巡捕营都在我的控制之内。好，只要你这儿不出事儿，大局就不会动荡。你即刻回去，密切关注各方动向，准备随时应变。这。皇上，大内侍卫已全部更换，目前在大内当值的全是忠诚可靠之人，另有500巴图鲁秘密在社稷坛待命，随时准备为皇上效忠。现在已经到了非常危急的关头了，你要提高警惕，密切注意宫内的动向。这，和珅和傅长安有何异常啊？他们倒没敢出灵堂，不过据几个侍卫报告，鄂罗里频繁外出，行迹十分可疑。密切注意他的动向，你先下去吧。这，皇上，鄂罗里偷偷出宫，四处活动，行迹可疑。他都去了什么地方？他先去了成亲王府，然后又去了步军统领衙门、火器营、剑锐营、巡捕营外，都打探过后才回到灵堂。怪不得以前出了那么多怪事儿，原来鄂罗里也上了和珅的贼船啊！和珅现在不能出宫，就利用他与外面联络。皇上，京城的防务已经被我们掌控，他再与外界联络也难有所作为。我只是担心，成王爷会不会心猿意马？11哥以前上过和珅的当，对他恨之入骨。你不要胡乱猜疑。我只是担心而已，皇上，松云刚刚送来密报，他与谁部下日夜兼程，今天晚上就能赶到京城的近郊。好，立刻传朕的旨意，松云到达京城以后，即在马甸扎营，随时准备听候调遣。这，松云大军一到，就万无一失了。剩下的，就是如何让和珅就范了。朕要让他输得心服口服。德林，奴才在。立刻通知17贝勒，让他暂时不要动鄂罗里，允许他自由出入。如果和珅和傅长安要出来，也不要阻拦，派人盯住他们的行踪即可。皇上的意思是，鄂罗里传回消息，和珅一定会狗急跳墙，他跳出来，朕正好拿他。好。高兴，和珅很快就要落网，弹劾和珅的奏折必须备好。你尽快去戴群亨那儿看看，已经有多少弹劾奏折上奏。这。什么？京城防务已经全被皇上控制了？是啊，何大人。这么说，现在唯一的变数就剩下成亲王了。对，如果不亲眼见着那份遗诏，他也不得有所举动啊。咱们必须得动手了，再不动手就真来不及了。何总管，快把官儿找来，不要惊动旁人。这。皇上，和珅让鄂总管来叫瓜儿去见他，瓜儿已经先行把他稳住，他让纳兰来暗中请示皇上，看他该不该去。让他去，看和珅让他干什么，回来向朕禀报。是。皇上，朱师傅的密信。不谋而合呀！朱师傅建议朕务实良机，趁机铲除和珅党羽。何大人，瓜儿，我告诉你个秘密，皇宫里马上就要出一件大事儿了。是吗？宫里要出什么大事儿啊？鄂总管刚才告诉你，太上皇给我留了一份遗诏，对吧？
对。想不想知道遗诏里写的是什么呀？您怎么可能告诉我呢？我怎么不可能告诉你啊？我现在就告诉你，遗诏里写的是让我废掉嘉庆，改立永兴做皇上。废掉皇上？这怎么可能呢，何大人？皇上他早已大权在握，您怎么可能会废掉皇上呢？怎么就不可能呢？京城所有的防务大权全在我手里掌握着，只要我一声令下，京城的军队就可以冲进皇宫，皇上就束手就擒了。何大人，那您需要我做什么呀？官儿，你要随时向我禀报玉庆宫那边皇上的一举一动，稳住皇上。我怎么稳住皇上啊？皇上喜欢你，官儿。大丧期间，皇后又刚刚宾天，我相信你一定能想出办法。是，何大人。去吧。何大人告诉奴婢说，太上皇遗诏上写的是废掉皇上，立承亲王为皇帝。好，朕知道了。官儿，遗诏的事儿，不要跟别人说起。是，皇上。哎呀，老爷，你怎么还没睡呀？这都已经4更天了。管他几更天呢，在天亮之前，我必须把这奏折写完。哎呀，什么奏折这么要紧？弹劾和珅的奏折。啊！你要弹劾和珅？你不要命了？夫人有所不知，皇上就要对和珅动手了。到目前为止，大臣们还都在观望，没有一个人敢上奏折弹劾和珅的。在这关键的时候，我必须全力支持皇上。万一皇上斗不过和珅，那……皇上胜券在握，扳倒和珅，第一个上奏折弹劾和珅的人，必然是头功。我等了这么长时间，终于等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夫人，你说我能错过它吗？哦，原来如此。你还要写多久？我去给你备些夜宵来吧。来不及吃了，我给他列了10大罪状，只写了4条。天亮之前，我得赶紧写完它。快醒醒，快醒醒，醒醒！快！老爷，干什么呀？快把缝在衣服里的那块绢纱取出来，快！老爷，您又要给何大人记上一笔了。这回是他派上用场的时候了。
老爷，什么意思啊？太上皇宾天以后，这几天我已经种种事情，我已经看出，和珅的末日就快到了。真的？皇上在外边调兵遣将，把和珅困在宫中，很快就要下手了。你还愣着干嘛？快拆呀！老爷，和大人要出事了，您可怎么办呢？我跟和珅跑了这么多年，我想拆都拆不清啊！现在只有反戈一击，争得头功，才能将功补过，落个好下场。老爷，您靠什么抢头功啊？就靠他了。我要把和珅这几年所犯下的罪状整理出来，列他个10大罪状，上奏折弹劾他，如此才能争得头功啊！老爷，您真是太有先见之明了。既然这样，就别再耽搁了，赶紧写吧。吴大人，广大人，吴大人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我是来送奏折的，广大人。什么奏折？弹劾和中堂的奏折呀。你要弹劾和珅？对呀。广大人呐，多年以来，别人都以为我卜某上了和中堂的贼船，其实我与和中堂根本就是貌合神离，哪是一路人呢？我表面上与和珅来往，是为了彻底查清他的底细，以便最终扳倒这个奸贼。这份弹劾奏折里所列举的10大罪状，就是我历经多年才查明的。我向皇上上这份奏折，就是要让皇上彻底了解和珅一伙的罪行，让他们得到应有的严惩，遗臭万年。告辞。吴大人。你以为就凭您这一份弹劾奏折，就能把你和和珅多年的关系一刀斩断吗？就能把您自己的罪名洗刷干净吗？广大人，您何出此言呢？简直是痴心妄想，异想天开。你自己是什么人，你心里最清楚，你何必在我面前演戏呢？您不觉得这出戏太蹩脚了吗？和珅的哪一桩罪行你没有参与？你帮和珅干了多少坏事，你自己心里头还数得清吗？广大人，您某弹劾和珅是想给自己留条活路啊！想给自己留条活路，这好办。关键是，你不要再上蹿下跳，乱说乱动了。你就乖乖的回家待着，好好的悔过认罪。将来皇上论罪的时候，或许我还能帮你说句话，保住你的人头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广大人。明白就好，不要再到处出头露面了，最好让所有人都忘记你。走吧。广大人。等等。广大人，您还有何吩咐？
季若，不要和任何人说起这份奏折的事情，有情况及时向我通报。是。启禀皇上，广御史已经写出了弹劾和珅的奏折，所列罪状凡20条，有理有据，无可辩驳，请皇上预览。此折公莫大也。有此一折，和珅一案就是铁案了。广兴，你是朕的功臣，若能助皇上一臂之力，奴才就是肝脑涂地也绝不后悔。请。大行太上皇遗诏，承亲王永兴接诏。王爷，你可千万不能鬼迷心窍啊！别坏了我的大事。何中堂，为了保险起见，我得验一验这遗诏的真伪。承亲王，你这样做可是对太上皇的大不敬。事关重大，我不能因为你们一句话就冒死大险。好吧，承亲王，拿去看吧。太上皇的大宝是真的，可是这字迹……承亲王，太上皇遗诏在此，还不跪地接诏？皇上驾到！太上皇遗诏，废嘉庆，立承亲王为皇帝。何大人，你甭喊了，皇上已经知道这份遗诏是我写的了。叩见公主。黄御史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乱贼和珅图谋不轨，已束手就擒。广兴奉皇上之旨前来抄其家产，得罪了公主。这一天到底还是来了。不得惊扰内眷，违者严惩不贷。开始上架。是。叩见皇上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朱师傅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这么长时间不见，朕甚是想念呀。臣一进京城，就听到皇上一举剪除和珅及其党羽的消息，这实为江山社稷、黎民百姓之大幸啊！为此，皇上当再受臣一拜。师傅，请起。朱师傅回来的正是时候，和珅刚刚归案，急需尽快审理，且此案案情重大，
非朕之重臣难当此任。朕命你为刑部尚书，会同成亲王永兴和王中堂审理此案。臣领旨。正所谓白茫茫一片，大地真干净。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！我刚刚得到消息，阿玛被判了死罪，要被凌迟处死。公主，求你亲自出面去向皇上求情，无论如何要保住阿玛的性命。和夫，起来吧。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。恐怕现在不是求皇上保阿玛的命了，若能保一个全尸，就已经是万幸了。公主，无论如何，求你一定要进宫去求求皇上，求求您了，公主。起来吧，伯父。你我夫妻一场，自然是荣辱与共。就算你不求我，我也会进宫求皇上的。多谢公主。皇上，和珅贪赃枉法、败坏吏治之罪，简直多得不可胜数啊！贻害之深，恐怕几十年都难以肃清啊！皇上，和珅的家产之巨，叫人不敢相信呐。有多少？折合成纹银，已超过8万万两啊！整个大清一年的全部收入不过7000万两纹银啊！和珅的家产竟然比大清全国10年的收入之和还要多。和珅之罪乃是一个凌迟处死能了结的，判他10个凌迟处死也不为过。师妹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皇上，有什么话你就说，何必如此呢？你若是不答应我的请求，我就长跪不起。师妹啊，你不要让朕为难。和珅罪孽之大，触目惊心呐！不杀之不足以谢天下。朕是一国之君，岂能徇私情而罔国法？我则既是太上皇帝的女儿，又是和服的儿媳，必须忠孝兼顾。和中堂罪孽深重，皇上判他死罪，我不敢异议，是为忠。求皇上赐他一个全尸，保全公公的颜面，是为孝。皇上，我想我这个请求不算是为难你吧？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朕还能说什么呢？起来吧，朕准了你了。谢皇上。按大清刑律，罪臣和珅判凌迟处死，加恩赐其自尽；罪臣福长安判斩监后，押往和珅监所，跪施其自尽；罪臣吴醒兰革职回籍，永不叙用。太监额罗里判绞刑。王大人，王大人，奴才罪该万死，判奴才死罪，奴才无话可说。可奴才有一事相求，求王大人派人把奴才的命根子取来，等奴才死后，就把奴才和奴才的命根子一起合葬，凑个全尸，以免奴才下辈子还当太监。大堂之上，哭哭啼啼成何体统啊！
好了，本部堂答应你，你的命根子现在何处啊？谢王大人，谢王大人成全。奴才的命根子就在养心殿，奴才住的房梁上吊着呢。来呀！走，去给他取来。走，慢。王大人，麻烦王大人把何某的命根子一块儿取来。和珅，你又不是什么太监，哪来的命根子？何某的命根子是太上皇留给我的遗诏，可免和珅一死。和珅，这又是你自己伪造的吧？那是太上皇御笔亲书，千真万确。好，那么你的命根子现在何处啊？养心殿，跟恶罗里的命根子挂在一起。来呀，走，一起取来，当众验看。走。我的命根子，我的命根子！来呀，走，当众打开，看看有没有和珅的命根子。王大人，有诏书。呈上来。拿去，让和珅看看他的命根子。这。太上皇，你是真高啊，真高啊！奴才服了，奴才彻底的服了。太上皇，您别着急，奴才马上就去伺候你。奴才再也不敢在您面前耍花火了。嘉庆4年，太上皇辞世第4天，嘉庆皇帝下诏宣布和珅20条罪状，传旨处理和珅党羽，一举粉碎大清立国以来最大的一桩贪污案。嘿，这和珅有你。
和珅造孽，女人也跟着遭罪呀！他想陪着和珅去。他没死，王爷，多亏我进来的及时啊！他不死，就得发配到黑龙江。王爷，能不能？圣柱，你想违抗圣旨？王爷，您看他值不值那箱银子？那块和田大玉，和珅视如珍宝的炼丹炉，和珅在直隶的上百亩良田。要挟本王！这话是怎么说的？王爷，和珅这么肥，大家各得其所。圣柱，卑职不发掘金银玉器，也不要和珅的田产，救人一命，有这么难吗？圣柱，你他妈怜香惜玉，摘花踩错了园子。所以圣柱才来求定亲王帮忙啊！休想！其实，王爷对皇上解释不清的，要比圣柱多。圣柱，你要挟本王！快雪时晴，这是王羲之那幅《快雪时晴帖》？没错，临摹的吧？哎，是真迹。那父皇珍藏在养心殿三希堂的那幅是？这和珅胆子也太……怪不得皇上要急着拿他呢。史一书，哎，史一书，这是、正要去叫你呢。这和珅呀，往府里搜罗了不少东西，还尽是宝贝啊。是呀，这和珅也不知道从哪儿搜罗来这么些墨宝。17书也对字画感兴趣？不懂，没兴趣。我感兴趣的是和府，圣上已经答应满足我的要求，只求留下那几个伶人足矣。您饶了我吧，饶了我吧啊！咋都腻味上活人了？皇上下令流放和府上下，王杰、朱时军都眼睁睁的瞧着，我落下1、2个人送人情，皇上若知道了，我怎么交差呀？还有谁要留下什么人？是圣柱，他要留下和珅的一个妾。哟，他想留住和珅的女人。这大活人不是银子玉器，烟的呼扇的带回自己府里藏着。亏他想得出来，和珅哪个妾呀？那个叫青莲的。哦，是他呀，倒是又勾勾又丢丢的，惹人怜惜。从前是个苏州歌妓，和珅也是从王党旺那弄来的。圣柱铁了心了，急猫子撕破脸的要挟我。史一书，你看怎么办？我能怎么办呀？找他聊聊呗。那这几个伶人，传到皇上的耳朵里，自己担待。皇上还不是依靠我们？这次拿下和珅，要不是我们鼎力出手，皇上想联络上文武百官都难，谈何诛除和珅呢？我这是在哪儿？哎呀，在哪儿？也不能走这条路啊！哎，来，那我还能走哪条路？哎，你先等等。哎呦，这
这可使不得，青莲，这可使不得。来，躺，可别辜负了圣柱对你的一片苦心。哎，王爷，王胆旺被砍头的时候，和珅收了你的心。现在和珅被皇上赐死了，圣柱他有意留你。圣柱啊，这事你可得想好了。她可不是一幅什么仕女图，可以蔫的乎山的拿回家里挂在墙上，神不知鬼不觉的。真出了什么闪失，你自己兜着，啊！本王可把丑话说在头喽。要是皇上怪罪下来，你自己干脆利落点，别拖泥带水的把泥星子溅到本王身上啊！王爷放心，这件事儿圣柱自己担待，不会连累王爷的。嗯。大人这是何苦啊？青莲，